继续来看，中山医学大学提出着喙암重复使用的方法，讲是用电锅来打喙，就是把使用过的喙암放入电锅内底，唔免加水，直接以开关来打喙。实验的结果会当来提示耐烧度100度以上的细菌，或者是病毒。要毋过，若是这个喙암已经过着烂手，已经垃圾，就要直接断掉，莫阁用咯。 无加水放内话，才搁甲用过无垃圾的喙암放入去，开关器了就电锅超过100度高温杀菌。负载的枯燥杆菌内包子的时候呢，它的经过电锅干蒸之后，那它会有99.7%的杀菌效果。这种耐热菌之下，它都在电锅干蒸的时候都可以被杀死。那我们希望说，如果它对于其他的微生物啊，比方说像病毒的时候呢，它也有一定的功效。 伊是中山医学大学职业安全卫生学系教授罗全如主持检测喙암能力的实验室，发现会使用电锅打喙来消毒使用过的喙암。不过每一届打喙了后，这喙암的过滤率会下降1%到2%左右。比如讲，市面上医疗喙암过滤率大约是90%，用电锅打喙几下处了后，会让这个喙암的过滤率伫80%以下。因此，这个方法建议用伫真正买无到喙암的时阵，用电锅来打喙当应急。 但是为状况嘛不适合重复使用。你的口罩已经脏污了，甚至有血液，而且就是你的唾液、鼻水已经粘在上面很严重了，就请你把它当作感染性废弃物抛弃。不过记者询问台中食品药物安全处，卫生单位认为喙암是一次性的医疗用品，不管安全消毒，拢有安全上的疑虑，无建议民众重复使用。